回顧過去一年，我哋再次體會到市場發展從來唔係直線前行，地緣政治不穩、利率預期轉變、科技快速演進，加上全球競爭激烈，都考驗咗投資者對香港市場嘅信心。面對複雜變局，證監會致力保障投資者權益，維護市場秩序，同時積極推動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穩健發展，以服務本地同國家經濟，並促進全球資本有序流動。有效監管係市場穩步前行嘅根本動力。市場發展同投資者保障相輔相成。優質市場有賴卓越嘅管治標準、專業操守、道德規範以及監管同業界嘅積極合作。科技創新正以前所未有嘅速度重塑金融市場。不過，人工智能同區塊鏈等革命性技術好似一把雙刃劍，我哋必須喺釋放佢巨大潛能嘅同時，加倍增強營運嘅韌性。證監會嘅執行團隊矢志推動負責任嘅市場創新，打造面向未來嘅金融生態圈。區塊鏈技術有望重構資本配置方式，激活基建效能，並加速債券、基金以至黃金等資產嘅清算同結算流程，將技術嘅高效同傳統金融深厚嘅信任基礎緊密結合，必然會提升香港嘅全球競爭力。此外，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更聰明嘅營運模式，進一步加速效率嘅提升。我哋同其他監管機構攜手拓展嘅沙盒，正推動金融業深化 AI 嘅探索。不過，我哋必須對不斷擴大嘅風險保持高度警覺。AI 賦能嘅網絡攻擊能快速暴露零日漏洞，修復嘅速度無法跟上。量子計算亦可能危及金融機構嘅加密協定。我哋將同業界緊密協作，緩解新興嘅風險。韌性係證監會策略嘅核心。我哋施行穩健嘅監管框架，喺保障投資者權益嘅同時，釋放市場機遇。未來證監會團隊將繼續確保香港市場生態既充滿活力又安全穩健。為進一步提升市場質素，證監會正推動構建更具包容性嘅多元生態，深化市場聯通，並引導資本流向創新領域，支持企業成長同經濟升級轉型。當前喺國家嘅戰略部署下，我哋嘅使命具有新嘅意義。15+5規劃聚焦高質量發展，將深化金融改革，並且推動香港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。展望未來，挑戰仍然持續，但係證監會將堅守核心使命，推動高質量發展，並鞏固香港作為內地同全球市場之間無可替代嘅聯繫人角色。